斷捨離一定要噶啦。即係有陣時啲嘢呢一刻你唔放棄，你又都唔知將來係點樣。我哋後尾嗰種感受咧係好開心咯。你哋我咁多年嘅辛苦係你哋記得嘅，我覺得值嘅咯，都係。早期已經係有人話你唔使咁執着啦，你求其用差唔多嘅嘢咪得咯。咁我話差唔多咪唔係香港嘅味道咯。長記呢個名，相信對唔少香港人，尤其是屯門街坊都唔會陌生。呢間藍地老字號21年結業嘅時候，好多人去排隊告別。估唔到幾年後嘅今日，我哋可以喺淡水食返長記味道。好掛住香港嘅粥同混醬腸粉啊！終於食到啦！好味。我哋好貪心啊！又要砂糖，又要豉油。平時喺香港食粽呢，通常係落糖定係食鹹肉粽我係落豉油嘅，不過 hea 太就落砂糖嘅。我食咩粽都係落糖嘅。俾大家睇下啲餡先。哇！隻鹹蛋黃同埋嚿肥豬肉好吸引。喺淡水都食到香港經典美味，背後全靠老闆娘雲姐同大仔阿賢嘅堅持同努力。長記就係咧60年代，我阿爸5歲先生就響藍地嗰陣時咧，就其實有個菜市場，即係叫做小販啦嚇，擺咗幾年啦。跟住咧就香港嘅政府就將我哋遷咗入去嗰啲政府嘅街市入邊，咁就到而家啦，叫做60年代到而家嘅啦，已經係。或者幾時開始喺呢度舊鋪頭幫手？我其實由細到大我好細個讀小1、2，我已經係跟住我媽半夜就去幫手開檔，咁我就6點零7點鐘搞掂，叫做就自己再去返學。嗰個年代咧，啲要幫屋企手，咁啊買好啲餸就拎返屋企煮好飯，咁我食咗就留起啲飯，咁我爸阿媽收好鋪咧就會返嚟食咁樣咯。即係由小學開始已經做童工，童工先返鋪頭再返學。係咁嘅，係咁嘅。嗰個年代係咁嘅。我爸咧就好犀利嘅，即係煮食係有天分嗰啲嘅。佢嗰個年代你唔去跟師學咧，人哋唔會教你嘅。佢就自己睇下書啦，就叫做睇下人點整咧。佢都係自學嘅，主要係粥啦，自己炸油炸嘢啦。我哋先田有唔同嗰啲油炸鬼啊、牛脷酥啊、煎堆啊、鹹煎餅啊嗰啲炸糯米啊，都係我阿爸炸㗎啦。早期嗰陣時咧，生意好好嘅，係做唔停手㗎。後期咧，屯門有輕鐵就滑落啦，因為啲人咧交通方便咗，再回流嗰下咧就去到2000年先係回流翻啲人，因為食過出邊有得比較，連鎖店食過啦啲人，跟住知道啦，咁咪回流翻嚟咯叫做。得到爸爸嘅真傳，雲姐婚後逐漸接手長記。而阿賢就係佢哋嘅得力小助手啦。喺我嘅鋪頭幫手多嘅啫，因為大嗰個妹妹就去讀完中學就過咗嚟台灣讀書啦。咁其實好多年都喺台灣噶啦。咁細嗰個妹妹又唔肯落去噶啦。咁我係最多嘅。對鋪頭嘅印象係由你幾多歲開始啊？幾歲啦都係可能10歲8歲到咯。不過呢間深受街坊歡迎嘅老字號喺2021年突然宣布結業。香港唔做係21年咯，21年真係政府唔續牌俾我啦。
咁咪仲有唔係好多日子啦，個牌照有效期，咁咪決定係6月14號，好清楚嘅。點解咧？端午節嚟嘅，端午節係最後嗰日咯。一放出去個消息咧，就點講啊？都好多好似由細食到大又好，即係喺嗰度即係長大又好，咁好多人翻嚟，即係叫做食得一次多一次咁樣咯。不過都難啊，後期你排得到都未必有得食，都多謝佢哋啦，感謝佢哋啦，即係點講？叫做我哋後尾嗰種感受咧係好開心咯。你哋我咁多年嘅辛苦係你哋記得嘅，我覺得值嘅咯，都係冇話捨唔捨得嘅，因為其實始終人係咁噶啦，斷捨離一定要噶啦。即係有陣時啲嘢呢一刻你唔放棄，你又都唔知將來係點樣。因為好老實講，香港唔知點樣，係咪先？同埋我都喺嗰度做，都係好辛苦嘅，真係好辛苦嘅。2點幾要起身，即係寄望係嚟到或者有新嘅環境。其實都知道香港係粥係賣唔掂嘅，我一早都講，因為粥你太多時間，你碗粥又熱，你翻台嘅次數慢，跟住你又要多師傅，又炸嘢腸粉，粥都係一個師傅，賣價錢又平。大家刻板印象就係粥係平啊，賣唔起錢啊嘛。我哋嗰陣時賣20蚊碗到用，執笠嗰陣時港幣20蚊，而家我哋呢度貴過去，鋪租又咁貴香港。咁點解雲姐同阿賢之後會嚟咗台灣嘅呢？自己覺得即係想離開啦，叫做，因為冇好多嘢都係叫做咁講啊，比較失望啊，好多嘢都係好失望，所以都係諗住去第二度自己再一個新嘅生活咯。阿賢，你有冇掙扎過啊？冇啊，其實即係我睇到香港嗰個環境都知道係遲早冇得做咁嘅嘢。我一嚟咗就有揾鋪噶啦。點解會係淡水呢？因為我妹妹喺港大學讀書啊嘛。佢扎根喺呢度，我落地就喺呢度啊嘛。咁我哋之前未移民之前，其實因為由於喺度讀書，我哋每一年都嚟1-2次嘅，起碼。咁其實熟咗呢度多啲咯。咁就中意呢個環境都 OK。咁就係香港人中意河邊海邊㗎啦，係嘛？但要喺異地重新開始都唔係咁容易，係好難，有啊，超難。所有政府嘅文件、公司文件，你係睇唔明嗰啲中文字，你每一隻字都識，但合埋咗一齊，你唔知點解㗎。呢樣都奇奇，你貨源係真係喺香港運過嚟嘅，呢度係揾唔到。有蝦皮好貴，嗰個貨源真係好難揾，超難揾。例如係啲乜嘢？甜醬係唔會有嘅。我哋嘅奶茶咧，個茶葉咧，我都係香港運過嚟嘅。你即使有個供應商，但係咧，佢哋嗰個叫法好多時嘅名同我哋唔同嘅，所以咧，淨係睇嗰個報價單咧，你都睇到拗晒頭。佢哋仲話現時長記嘅出品全部都係手工製造，全部所有。你數一次。腸粉咯、粥咯、粽咯，即係炒粉麵啊、糯米雞啊，全部都係自己做嘅。呢度冇得攞貨呢樣嘢，所以就變咗我哋係休咁多日式嘅咁解，因為我哋要備貨。辛唔辛苦啊？其實而家做順咗又可以接受嘅，我覺得。佢話要改變啦。我一直同佢講要改變，因為佢喺香港習慣咗係不停咁做，不停咁做，因為以前大排檔一嚟賣得平，二嚟要養家啊嘛，啲細妹又細，又要供樓又成咁。但係我話而家唔同，你啲女大個嘅啦，呢度交租又平啦，揾夠就算咯，咁唔需要太辛苦自己咯。有冇人係喺香港慕名？有，前日已經有啦，係我哋以前喺藍地嗰啲街坊嚟嘅，佢同佢爸爸一齊過嚟旅遊嚟探我哋，特登香港過嚟，我話會揾下你啊咁。其實都幾感動嘅，嗰個都有啦，佢一家三口個僆仔嗰時幾個㗎啦，唔止一兩個。係啊，住喺苗栗都話俾我知，我揸緊車過嚟咧，仲有冇嘢食啊？咁嗰啲都係印象深刻啲咯。香港人嚟嘅，香港人嚟嘅係。香港人同台灣人嘅中意嘅口味有啲咩分別？呢個有嘅，因為香港人就尤其是喺台灣住嘅香港人咧，會比較想食粥啊或者腸粉呢啲啊。
因為我哋真係復刻到嗰個腸粉嗰啲味道啦，嗰啲感覺會似。因為台灣大部分腸粉其實都係所謂嘅廣東腸粉啊、大陸腸粉嚟㗎嘛，佢都係推一堆嗰啲嚟㗎嘛。跟其實唔同咯，我哋而家係復刻緊嗰啲混醬腸粉。咁香港人會情意結會比較重啲咯，同埋即係廣東粥嘛，你一食過嘅粥係比較似香港嘅粥㗎嘛。台灣人會比較食炒粉麵啊嗰啲會多嘅，係啊，冇錯。係啊，佢哋會中意食炒粉麵嗰啲嘢多啲嘅，或者腸粉佢都會比較中意揀煎嘅多啲嘅，即係煎蝦米腸。香港人就好多都係揀齋腸去，係啊，即係混醬嘅。同埋有啲台灣人唔係好接受我哋太綿嘅粥，係竟然係啊，有人喺我哋嗰度講過。唔係好慣嗰種咁綿嘅粥。咁有冇因為要受台灣人，我又改一改啲乜嘢？唔會嘅，唔會，因為始終即係目的，其實我嘅目的咧，咁咪想帶啲香港口味俾台灣人知道，或者真正嘅香港好味嘅香味道，即係我最少我認為好味，並唔係亂咁做掛個香港嘅名上嚟就係咯。早期已經係有人話你唔使咁執着啦。你求其用差唔多嘅嘢咪得咯，咁我話差唔多明明唔係香港嘅味道咯，好做壞我哋香港人嘅招牌。我主要係咁，咁咪好多都係做壞我哋香港人招牌，令到啲台灣人係覺得，你哋啲香港嘢唔好食嘅，又貴又唔好食。我係想改變佢哋嗰個概念咯，做翻我哋香港味道，家庭係相宜嗰隻咯。咁雲姐同阿燕又適唔適應台灣嘅生活啊？我反而嚟到呢後咧，個圈子大咗咯，即係我唔使開鋪咧，我會走咗去街嘅啦。你睇我冇，你問佢我冇幾多日可企嘅咋？去下台北啊，去下宜蘭啊，又去北海岸啊。我而家經常咧走咗去北海岸嗰度啲咖啡店咧飲夜晚咖啡，開到咁夜2點啊、3點啊。2、3點㗎，台灣人嘅生活咧就係好舒服，佢哋好識享受，所以佢哋嘅生活模式同我哋香港唔同。佢哋係生活，真係生活。香港，我不嬲都係咁講，香港係生存嘅啫，台灣係生活叫做。有冇決定錯到？冇嘅，正確嘅，好似個天已經係安排咗，樣樣都係一步步係順住嚟嘅。會覺得自己係香港人定係台灣人？台灣嘅香港人係台灣嘅香港人，我覺得係咁樣咯。不過始終我搣唔甩，因為我年紀大，我喺香港出生、香港長大、香港老，咁就叫做我嘅嗰個根始終其實都係香港嘅。我所有嘅記憶、細個嘅所有嘢都係香港嘅。但係嚟到呢度係開心嘅，不過問題係始終我都係嗰度長大，嗰度出生，所以我都係台灣嘅香港人。香港嚟嘅台灣人咯。未來有啲咩目標或者計劃？冇乜大目標嘅，其實活着就好啦。我哋好滿足，好容易滿足嘅啫，即係夠揾到使用啊，夠食啊，咁就已經係嘅，唔需要大富大貴。大家好，我哋係 HEA 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嘅影片啦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同埋留言俾我哋，下次見。開陽你知唔知係咩㗎？開陽開陽係你諗唔諗到係咩？間鋪頭好開陽，唔係，係一樣貨嚟嘅，即係係一樣食材嚟嘅。食材嚟嘅。係咩？蝦米蝦米，係啊，蝦米個開陽。係啊，冇呢樣接近啲嘅。山內你知唔知係咩？山內沙薑。